嘿，你看到黄金冲万，白银奔200，第一反应还有上车机会吗？下一秒又慌，会不会被套？黄金高了不敢追，白银暴涨更不敢碰。白银现在涨得比黄金猛，你怕错过一辈子。网上唱空一大堆，可现实是越唱空越涨，你越犹豫位置越高。如果你早点随便买点儿，现在早就在数钱了。狠问一句，黄金明年真冲到你不敢想的数字，你今天犹豫少赚多少？白银不止200，甚至300，你不敢下手，错过多大财富？这账算过吗？你不敢买不是贵，而是你不懂它为什么涨，不懂底层逻辑和顶层战略，只看到高位。现在关键，黄金明年能多高？白银为何跑赢？回调是坑还是机会？懂逻辑的人从不怕高位，别再犹豫了。